南摩第三是多杰羌佛说。释法折言32。具智者，术语之谈，众所大悟；无才是，论经据典，众无所得。言多者，非才衡，君子参之。喜欢夸夸其谈，一张口就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废话，为了表白自己的才华而费尽一切力量比手画脚，结果所有的人听了他的话以后感到莫名其妙，滔滔不绝的残词乱语，与正题毫不沾边。这种人实质上是没有才华的人，是没有真知实践的人。真正有本事的人，有才学有知识的人，往往会片言绝纷争，言简意解。很简单的话，术语之谈，就能使大家顿然明白一切道理。所以我们鉴别一个人有无才华，有无学问，应该看他的语言是否精到，说到点子上。如果他是有才华有学问的人，哪怕就是很简单几句话，即能解决你的疑难和大问题，这就是真正有才华有学问的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。